希望在唱歌的行列。今天是他第13年来的第28场，29场。上重要的是，伊嘛是咱高雄在地人，咱岐山的主题。来，我们欢迎许富凯。 好，是蛋姐，我们有一个重大的事情要先做。拍谁？不好意思，状况总是会一直发生。是啊。来，我们呢觉得第6次回到义大，然后101，我们总要留下一个很棒的记录，对吧？来，我们请富凯坐到台下。接起啊！哎，你坐。来了，我去那个。 来，摄影大哥来，那我们可以邀请乐手老师也一起下台吗？哦，不要，免得影响次序。因为他还要把那些……对，好。那所有要入境的人都可以全部拍得到吗？可以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我们摆一个最开心的表情，或者你觉得你最有感的表情都可以。 来，对，自己找饭吃哦。好，听我的哦，3、2、1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徐富凯。谢谢，带来第1首歌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唱。风起有时会安稳。今天呢，走的是陈雷大哥的歌单哦。来。 待会呢，麦克风递到哪边跟我唱啊？我们2边都有歌曲。以后我俩在车头等几年。 目睭内只有别人声相对，孤单的我望向天，多一粒心我的情，不是我欢喜相思的滋味。 其实我已经付出真情意，孤单的我改嘞，赶紧回来甲你身边，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，这阵风吹过去爱你，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，肯了解我的梦爱？ 放洒我无所谓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哎，代表我是唱现场的，一起哦，救援我一下。最后把台上的威尔森老师、苏老师掌声加尖叫声。 在车头等几年，目睭内只有别人声相对，孤单的我望向天，多一粒是我的情，不是我欢喜相思的滋味。 其实我已经付出真情意，伤心的我想好你开，赶紧回来甲你身边，我你愿意。有啥人？
我们现场的每位医师、医护人员，还有现场的每位病友跟家属，还有我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，非常开心。这是我第6次来到医大吗？第6次，哎，没想到第6次啊，是医大第6次办。哦，是第6次。你来几次了？我好像来4次，我记得我来4次的样子。我来问一个场的部长，每一场都在，他来几次？4次，一定要着他的话，没错，就是4次。啊，谢谢你，人真好。部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真有爱耶，谢谢。我今天下午呢，我有去我们的6楼做了病房探视，那其中呢有一个大姐。嘿，人叫我来跟叫你妈妈，对，她跟我点了一首歌，她说我想要听那条《等无人》，就是你呀。望啊望啊，等啊等，等我心爱存一天。无猜我怎甲水当当。海风笑我是茫然，海鸟笑我简单。好佳哉，这首歌我从细汉听到大汉，歌词都背起来。谢谢。对，那今天呢，去探视了很多的病友看到你们很多人今天看到我这件衣服说，哇，你今天怎么穿？这么可爱，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的探视，每一次的见面，我都要给你们很多的力量，所以呢，特别挑了这个衣服上面有大象的，因为大象代表了力量，所以呢，希望你们看到我都有充满满满的正能量跟力量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刚刚有提到一开场先提到说今天的歌单很特别。最近呢，我很想陈雷大哥，对，所以我开了他一系列的歌。那接下来有2首歌，我希望大家一样，如果会唱就跟我唱。那我不讲歌名，音乐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我也是老师，麻烦。2楼的朋友，你们好。代志也袂讲介大条，着烦恼甲中要挡袂牢。今仔日风镜头，剩我一箍烟头。代志是永远做袂了，心碎总是嫌无够。有人讲人生在世，何必来怨命？好也惨也拢是辛酸甲平。一天我来做主歌，一定做甲滚甲跳甲爽甲甜甲水甲水甲水甲，今仔日风镜头。定定来笑我，啥物拢袂晓，我听讲你嘛无解到。不好意思，对大家说点好的这件事情。我一箍镜头，代志也袂讲介大条，烦恼到强要挡袂牢。有人讲人生在世，何必来怨命？好也惨才有影响甲平淡。等到有一天我来做主歌，一定做甲滚甲跳甲爽甲甜甲水甲水甲水甲，今仔日风镜头。一箍镜头，定定来笑我，啥物拢袂晓。我听讲你嘛无解到。谢谢你们，后面的朋友。
来笑我，啥物拢袂晓。我听讲你嘛无解劳。还要继续哦。这一首你们也会的。 需要拢了解，有时啊清醒，有时凊彩。有人讲好，已经有人讲歹，若莫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每工嫌车无够大，嫌厝无够大，嫌菜煮了无好食，嫌某想歹看。驶着好车行人头，大厝歹摒扫，食到想好，惊血压高，随我对人走。人生亲像在佚佗，有时啊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有啥法宝？其实无撇步，风度真情，欢喜就好。开始哦，1、2、3，全场一起哦，就好，再一次，1、2、3，就好。 找不到拍子，欢喜就好。最后一次，欢喜就好。谢谢老师。人生海海，敢需要人了解。有时啊清醒，有时凊彩。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。若莫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规工嫌车无够大，嫌厝无够大。 嫌菜煮了无好食，也无想歹看。驶着好车行人头，大厝歹摒扫，食甲想好，惊血压高，随我对人走。人生多多，亲像在佚佗，有时啊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有啥法宝？其实无撇步，全场一起来。 嫌菜煮了无好食，也无想歹看。驶着好车行人头，大厝歹摒扫，食甲想好，惊血压高，随我对人走。人生多多，亲像在佚佗，有时啊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有啥法宝？其实无撇步，最后一次给你们，谢谢。 比我自己开演唱会还要累啊！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，因为我自己的亲哥哥今年才来开那是结石吧？对，那我要讲一个很有趣的，我忘记那个医师叫什么名字，因为当时是我陪着我哥哥进去那个诊间室，然后那个医生就看了我哥的病历，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戴着口罩，他说：“啊，这恁囝啊，当下的那个气氛，你知道那个降了吼，真的是北极还冷的那个温度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就说不啦，我是因弟弟，哎，然后说哦，你就是许富凯了，那对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刚刚我去做病房探视的时候，也遇到了很多同乡的朋友，跟我阿公阿妈同乡，跟我爸爸妈妈同乡的。啊，你就是迄个什么人因孙嘛，对。
所以我觉得医大呢，汇集了很多，不管是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等很多的地方，这边的医疗资源呢都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再给医大医院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第4首歌，因为刚刚那2首歌连在一起，我要唱一首比较温馨的歌曲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是我今年呢帮一个电影唱的主题曲，对，我和我的赛车老爸的主题曲《南风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是念一下傅凯写了些什么，然后一起帮我们挂到圣诞树。好，记得哦，心情的好会影响身体，听许富凯的歌会疗愈身心灵哦。是。帮他开个诊，开个诊挂号。哦，帮你开个诊，啊，但是应该挂号。如果你们是兄弟父子，要先跟我讲清楚，要不然会搞错。接下来要请傅凯帮我们做一件事。是的。在去年刚好是癌症希望基金会的20周年，然后有企业送了我们一个对很温馨的熊，代表勇气，代表力量。我们给它一个名字，叫做熊后的客霜。熊后客霜。现在我们要请傅凯帮我们送给在场现在。他的家人正在楼上住院，只有家属下来，要赠给我们的家属。好的，来，谢谢。是没错吧？是。来，一起。那我们镜头在那边看一下。谢谢傅凯。谢谢。虽然刚刚资料有错误，说傅凯是第4次来，不过部长你猜对了，他第3次、第4次还是会再来，今天是他的第2次。第2次？对。啊？那这个地方？来过2次，今天是第3次。哦。所以你预言了，明年会再来。对，明年得再来。会啊，一定要来啊！而且这么多可爱的长辈跟我点的歌。对，还有。长美女，你马上来哦！你讲你过去无来北部长庚，按今仔日开始。本来副院长是明天有很重要的刀，然后他本来说他治完职就要先离开，他得休息一下，不然明天开刀会太累。可是我刚刚就问同事，那他北北照吗？他北北照吗？就一直坐下来听了，有充电到吧？蛮感动的。是。谢谢副院长，谢谢。再次的谢谢大家，谢谢阿姨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傅凯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要登场的是06年就参与听希望在唱歌的活动，今天已经是他的第37场，没错。